感应区这里，对。很棒，好来换你。哇，好棒啊！好棒啊！小朋友为排队抢车，到刷卡找座位，首次感觉到家己像大人同款。看到每一位小朋友面上的笑容，就会当感受到因心中的欢喜。妹妹，这是你第几次搭公车？第二次。第二次哦。那你觉得这台公车有没有长得比较不一样？有。哪里比较不一样？颜色。颜色哦。你觉得今天搭公车好不好玩？好玩。搭公车好玩。这场由台南市交通局、台南社区大学列交通研究社共同举办的公车驾龄幼儿园活动，特别出动了最近造成广大讨论的果冻电动巴士 Model T 来接送小朋友，就是希望会当互立交通的观念自细汉扎根。今天我们很高兴这个我们这个水交社幼儿园跟我们的绿交通研究社来一起合办小朋友搭公车体验的活动。那我们特别请府城客运协助来提供了我们最新的 Model T 的这个公车。那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让小朋友能够第一个认识我们台南市最先进的电动公车，第二个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搭公车。那对于这个提倡跟他的父母亲一起搭公车，或者是未来长大之后来自己使用公车都非常有帮助。那么未来会持续来多多推广这样的活动。小朋友从小就开始体验我们的公共运输，从小就体验公车。那希望这些小朋友长大以后呢，也可以持续的搭公车，然后多用这种火车之类的公共运输。那希望让那个城市呢变成更永续，然后更绿色，然后也希望透过小朋友，让爸妈也开始注意到，台南市其实有这么好用的公车这样子。电动公车不但会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会当舒缓交通压力。市府交通局首次结合台南社区大学来到幼儿园宣导，就是希望让囡仔自细汉养成使用大众运输的好习惯，大家做伙为地球环境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